无将碧云宫甲伊烧掉，其他哪有啥物办法咧？皇上啊，皇儿的性命要紧啊！好嘛，只好如此。过怀，罗比才，命你今夜3更火烧碧云宫。遵旨。小已经无走，你爱赶紧回宫。无爱，求主，赶紧带殿下回宫。是，殿下，咱好转来去也好。袂啦，人要搁陪母后啦，母后。听我的话，赶紧倒转去。是啦，殿下，殿下，咱若无紧转去，叫老娘娘知影，安尼咱就惨啊呢。紧嘞，殿下。娘娘，上叫你带殿下来遮。是殿下伊。母后，是李寻家己要来的。你带殿下来遮创啥？母后，人李寻是要来看你母后的。你母后？伊是一个犯罪人，唔准你来看。母后，你母后伊是犯着什么罪？这不可赦免之罪。是什么罪啊？母后，你母后是毋是冤枉的？母后，你母后是毋是皇家害？过怀，罗比才，带殿下回宫。是。殿下，请。回宫啊！求主带我回宫。是。求主，娘娘，你带殿下去碧云宫创啥物？讲！娘娘，是殿下家己要去的，奴婢这是照爷话缀去而已。胡说！到底殿下甲李新辉讲什么话？老实讲。无，殿下是干那去看你娘娘了尔。哼！你这个小贱人啊！你还讲唔老实讲，过怀，罗比才，带你去拍。是。皇上驾到。求主，娘娘，暂时回票，是。接驾。接驾。好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而且，凤梨咧，这皇上，凤梨伊站去玉皇游玩，忽然间窜入去碧云宫。哈？碧云宫？伊为什么会去碧云宫？臣妾冒问过凤梨，了凤梨讲，伊家己嘛毋知影，神不由主，啊讲突然间会出入去碧云宫啊！哎呀，
皇上啊，皇你一个去碧云宫倒转来了后，都一直我头壳戆，发烧阁足厉害哦。哈，也你有选御医来甲伊看？有啊，姨已经来看过啊。御医安怎讲？伊讲，伊是去中着邪气。哈？中邪气？嗯，碧云宫有邪气？哎呀，皇上啊，臣妾认为是你身躯的妖气伫咧作乱啊。你心灰？你心灰？伊又搁活在这个人世？自从伊生妖怪了后，就拢一直住伫迄个碧云宫，就是个妖气伫咧作乱啊。这伊搁伫咧讲哦，讲若会当将迄个碧云宫家己烧掉，迄个妖气自然就会赶走。遐妖气若无食，咱皇帝的病毋免食药啊，自然就会痊愈。哦，讲若无吼，就是灵芝仙草，也无法度通啊医治皇帝的病啊。哈？御医真是安尼讲？若无将碧云宫家己烧掉，其他哪有啥物办法咧？这皇上啊，皇帝的性命要紧啊！好嘛，只好如此。过怀，罗比在，命你今夜3更火烧碧云宫。遵旨。凤梨，你的病拢痊愈啊是？我的病，李神哪有破病？父王，李神也无安怎样啊？哈？皇帝呀，你昨昏伫碧云宫倒转啊，人都无爽快。好伫你即马病已经痊愈啊，我是甲父王专工来看你的啊。我无爽快。无啊。有啦，哪会无？你看，你烧甲遐尼厉害，连昨昏的代志都袂记的啊。哈？我发烧，有即款代志啊？大公公，我有发烧是？这有无啦？是啦，殿下，有惊你昨昏烧甲足厉害，啊你煞拢袂记哩。哈？我有发烧哦。是啊，皇上，你看，皇帝安尼烧甲遐尼啊严重，连昨昏的代志都袂记的哦。凤梨，在以后若是无人带你，你就毋通乌白去，尤其是碧云宫。是父王。对啦，父王。是安怎？你母又哪会加一个人住伫咧碧云宫咧？哈？你有见过你神妃？父王，你母又真可怜，伊到底是犯着啥物罪咧？这哎呀，殿下，你还阁少岁啊，也是好好读书要紧。是。丹林，奴婢在，好好伺候殿下。奴婢遵旨。皇上，咱若是赶紧回宫，互皇帝好好休困。过怀，起驾。皇上起驾。奇怪，我有发烧。哎呀，陈公公啊，我敢真是有发烧，是安怎？我连一点仔都拢想袂起来。你若是想袂起来，你就莫会想伊啊。娘娘，
过坏，罗比知，已经初件啊，3件若到，即刻行动，袂用的有半点差错哦。罗比知影。李信辉，袂当互你活命在世间。